黃善河同你睇天氣，先關心下內地嘅情況。尋日開始，北方地區出現極端大風同沙塵天氣，多處地區嘅風力達到8至10級。山西、河南、河北同北京西部局部地區達到11至13級，部分地區亦都出現沙塵暴。預測沙塵天氣將會向南擴展。尋日江南地區出現強降雨同強對流天氣，多處地區嘅雨量超過100毫米。中央氣象台預測，今日下晝至到聽日下晝期間，東北地區會有大暴雪，部分地區新增積雪將會超過20厘米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潮州、梅州、惠州、深圳、台北多雲。東莞、中山、江門、珠海多雲。清遠、廣州、肇慶多雲，湛江驟雨。哈爾濱、瀋陽落雨，北京、天津、石家莊多雲。南京、武漢、合肥、杭州天晴。桂林、貴陽、南寧多雲，海口落雨。西安、蘭州、西寧天晴，銀川多雲。昆明、烏魯木齊、拉薩多雲，重慶天晴。而本港方面，截至夜晚7點半，預測大致多雲，初時有幾陣驟雨，夜晚天氣顯著轉涼。聽朝最低氣溫大約17度，日頭短暫時間有陽光同非常乾燥，最高氣溫大約係23度，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北風。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烈風，部分地區嘅能見度較低。展望隨後2-3日大致天晴同非常乾燥，日夜溫差都幾大㗎。而下星期後期天氣較為潮濕。今日講到呢一度啦，拜拜。